三亚压穷坊。好，无尽风雨披红枣，可留灭日长水电。请妹，马尾婆婆气很长。啊，我得去哪里？快去！好事啊，是好事哦。可留灭日长水电，马尾婆婆亦很长。时节决心，不知曾有何人的手笔啊！我要亲自面外小嘴的呀！啊，那么就快请吧。这，快请我来。相公，请。我，这，哦，不，啊，好一裳君模样。
冷月起风，思念深。相趁老，来时夜半梦见，你可曾对我常为君心？这究竟是结我的？好，快接我对上。郑姑爷，外面叫马备好，我陪你先去。哎，我要与娘子一同前往。啊，我与亚谢征召完毕，随就来。哦，是我先有一步，娘子你就要来哦。啊，娘子何事？娘回去再看看你。啊，娘子你怎么在流泪呀？啊，哎呀呀，真是小爱之气，在半日不见，就这样难杀难分啦。儿啊，你们是烧香求子，应该高兴才是啊。娘子放心，我一到做礼时前去进香，在送至观音面前求之好钱等你。啊，怎了？你可不要忘记亚哎，谢。娘子，原我自此也不会忘记你的呀，放心吧。你也见了这段经，只见亚谢一步。哎哎。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时日不早了，快走吧。就来哦。在啦！亚谢，你怎么也糊涂起来了？你要是再留住他，岂不是毁了他的前程吧？未见你面。
愿你青云玉露早攀登，看在你已经去报的精神呀，先是总是望见我遗憾。没有几针了。儿啦，看你今天的气色好得多了。妈妈，请坐。看来明天可以梳妆打扮，下楼即可了。妈妈，我早就说过，治疗陈郎谁也不见。你还在思念那个陈元武啊？嗨，他在明科行治疗1年，虽然花去了赶考的1000两银子，当了速冻马匹，还倒欠我的你。你知道菜场书记你开了多大的人家呀？妈妈，我已心灰意冷。只求妈妈，你让我与陈老再见一面。他呀，哼，身无分文，已经落魄街头做了孤郎了。情深你从落雨风，偏早早竹林就是热气红，恨把儿今日太可关金龙，还对我啊异乡看的态度穷。
是雨打梨花褪了红，到如今两地相思痛，捎来谈你我为知何在对相逢。谁是你的大相公？你可不要认错了人呐！啊呀呀呀呀！大相公，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，万事若情不认我？中了，大相公，中了！大相公，切莫悲痛，快载我去见老爷。啊，什么？我弟弟他也来了。老爷来京比见，已有疏用，新房相公久别了长安。我这副样子怎能前去相见？哎呀，是从大相公断了消息，老爷夫人10月相迎，且因今日得见，正好无子团圆，还不快前去相见啊！走了，我弟弟家教几年。有老奴在旁啊，你放心，快去，快去。啊，我怕得很呐！不要怕，快去，快去。家爷，大相公回来了。家爷，大相公回来了。钟龙，你怎么讲？大相公回来了啊！哦，我儿回来了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大相公回家呢？钟龙。我命你寻找大相公，你怎么叫这孤老爷来？他就是我家大相公啊！就是你家大相公？你在哪里找到的？在东门大街。什么所在？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所在，非常热闹的所在呀！下跪何人？我下人哟！你竟然为父你我不抬起头来！不怪抬起头来！你抬起头来！你家爷，见女何不由人呐！
我生平真正无辜犯，却为何报应这奴才？曾在过。想当初，吾教你上京赴险，请为马以情酒，样样皆然。无名呐，小来心，与你作伴，你灵应是出自夫，真有一千。难道是这些年你生平为业，官家子做过牢，你爹所做先，你做父身为国，做督察院，父伯在也人在常州为官，你的母受高峰，伶俐清闲，小奴才，你是红名身扎蓝衫，你我是此正下贱我，你夸得回府10言。拿来，拿来你！杀不顺张的你再错，大爷，老弟弟快谁快讲，杀不顺总是也不到几枪，啊你我讲你。自从你把金上，也无事要别这么怪风怪
结义留在一红枣，李亚写京城有名望，母在明儿在去凤芳。什么？咦，这个娃娃，你连妓院里都去了你？你看，你看，他的妓院里都去了。弟弟，好，你讲。弟弟，牙线塞着来烟花，且又是连财5年不衰人。他是个有才有貌的书香女，更难得他冰清玉洁心洁真，命可好一年正月定下山海门，囊中究竟把儿闹，他却是个太过不偏心，一张柳举贵人，为了儿原喜自分起风尘啊！难道你还想娶她为妻？啥得与牙仙结亲，此生愿做无天哪！我真不知在哪里识得，在生下你这个熟门把武的子孙。你人良用人，无可再结千金。今可无考，你还可再等下课。如今你迷恋野花女子，今还想娶她为妻？你把我城门放错，此有的也。我城门请不出家教之身，思想为你情得等。无为人一生多端正，时时可以得归人。长者恕罪，李万里。从为人上千里，爹我安心。比羔羊，羊有回事。我把你比这手，十月吉利。你比乌鸦，鸦有飞过，我城门岂用你踏着的。
我讲你弟弟呀，老弟弟，儿为了压线，就是长臂在缺家，儿也死而无悔。只是弟弟年迈，易于花家，母亲养儿一场，不能再见一面。倘若母亲知道是弟弟家人长臂，一定要与弟弟争吵。儿生不能育有丧亲之心，而死后反是儿郎有病态之恨。弟弟呀，老弟弟纵然无知之情，还许年地把反母亲。弟弟呀，老弟弟，有道是夫多也不胜其子，还我老弟弟长下留情哦。是我第一的儿我已经年迈花甲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我都不认字，不认那忠贞孝子，像你这样说门霸武的子孙，也得不是。我纵然跨起种子成不灭，休令我的子子把门第。我思前想后，心得飞。你拿来你！家爷，家爷呀，家爷！放着你，我一腔怒气，心里的你。好，从此了洽心头恨，我曾没谢了在何地？家爷，大相公死得这么凄重，其他妹夫滚不壮烈了。你要买
叫我大大的买2副，要他何用？连你也一并葬在里面。那我就不买。谁敢买？不买。钟老，家爷，刚才你讲什么？没关么？好，买也是你，不买也是你。那我就去买。像这样熟门把武的子孙给他买什么棺木？把他的尸首拖到荒郊去，你与我拖，你与我拖，你与我拖。亚仙，你看，菜场书记你置办了这些衣服首饰，你看可好啊？他看你人情，想上来和你谈谈。亚仙，窗儿修养，太阳升起，为娘子谷中辛酸也自己。常言道，痴心女子为心好，男人哪个有良心？听娘劝，度啊之分，领马琵琶去迎新，趁年轻容易上帝身。几夕人间顾光阴，心一灰一冷，儿子就接老菜不缠身。你不要再此等那个郑元武了，他已被他父亲长臂缺将了。你不信，去问问曲勇是不是真的。翠梅，这是真的吗？神佛衣裳看，结婚被我问当死了。
来到，心头有余就是长。呀，些气苦子在苦化我。大水做花郎啊！有的，来，我讨来给你做，侬快吃。多谢李兄。哎，不要这样。哎，好，哎，袁无敌啊，侬昏迷多日，哎，今天精神好得多了嘛？好，多谢李兄救命之恩，哎，不知何人能报啊？哎，啊，李兄，如今我已来营州，不劳李兄功臣，不知以后作何营生啊？哎，侬做姑姑咯，一定有只好son子，我来教侬唱莲花咯。莲花落，我从未有过莲花落啊！我来教侬，来，成交了。那么侬看着我，也着我。鼓儿咚咚咚，板儿个嚓嚓嚓，叫得那文人们啊、娘娘们啊、太太们，有什么七八星的满地皮儿、包子叶儿、毛饼馅儿，啥馅儿个小鸡儿哟好。来，哎呀，来呀，来，一年这个月是一年才有，不要我年，只听得我咚咚咚，板儿嚓嚓嚓。好，搿才聪明，一学就会了。
姐姐，药要凉了，快吃吧。吃什么呀？不是与在昂而去。姐姐，妈妈说让你吃了药，早些养好身子，好早些健康。暂姐，姐姐，妈妈说今天你咋再不答应健康，今天晚晚就不准你吃了。娘娘听我讲，谁在唱？讨完的在唱莲花落呢。讨完的。事情为我弄到这块地步，人前用完了把儿砸了，那马儿被当了，来修配没了，将我拐财门，只落得穷途潦倒，我的妻不知哪里去了，我落难人不得已了。是他，因此上当上一个莲花落，连个莲花落也有。哦，老爷奶奶做做好事。谢谢，老爷奶奶人好吧？我是要信你度过人生了。前辈，在哪？在哪？我在做梦嘛。不是做梦，这是真的。娘子，在哪？雅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是娘子，娘子，那时王姨妈陪我到这里是进香，你怎么不来呀？还不离了米苦好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找得你好苦啊！妈妈叫我与你暂时分开，好让你用功赶考，所以我托王姨妈送你100两银子
好为尊鼓励。100两银子，我既然见过什么100两银子啊？等我只好下连一个人影儿都没有了。他会的心啊，不然不狠心肠，还得你流落长安做姑郎。我问你，你无知可曾相梦在却讲？有的。是不是你我都当把命丧？常言道不多不实子，为什么你我狠心了去忠良？清流大美丽，死在家身点着光。他跟我只是不忘娘之情，也只地下歪球乱忘。我在一根难受，还得你归宿金香菜，还得你流落长安也门乞讨。想我是家早不应落平康，青楼女身外在哪点？妈妈，这是怎样虐后啊？什么虐后别哦，不是个叫花子，也是个要饭的。你看，他已经落口皮包骨头，邋里邋遢，一身恶臭。我不到2天死在临头，未必还要我叫他当小子去哦！快与我赶走！妈妈，当初陈郎进约，今年原是不少，不少，用光了么拉倒。你还骗他当
放了马儿，卖了来信，这是他自己情愿的啊！你还是今人太可自己，把我剩余长郎100两银子全部吞没，害得他乱做孤了。这叫做以死言报。他父亲婚子出嫁，险些伤了性命。哎呀，这是他父子结亲，与我无关啊！情侣三只父亲，难道生死谁没有共理了么？共理？你的卖身契就是共理。哼，好，妈妈，我已见你攒下不下万金，再与你签于金银首饰，给你一生享用了吧？啊，这还马马虎虎。今晚中我所生之非，我与长郎人恶邻居，不劳妈妈过问。不行，哪有这么容易？你啥不中？我带这一箱金银财帛，投江而死，管教你这人在两苦。啊，娘子，哎。做老姐几天涯，有了一日马，自愿与你同死谁？才是咱都开花。平中郎在几天涯，到什么一万了乱一日马，你可知少长啥都凌云子谈了头，空是家。娘子，你看那边。怎了？大好晨光，我回去读书吧。哎，这么好的天气，我们到城里上去逛一逛一番哦。哎，走吧。哎，你快走吧。好，快走吧！哎呀，走吧！你以为我不愿意读书吗？那你并非是因为了来，皆因为神经闲杂。虽算是神经闲杂，谢谢你莫不尽能有才华，郎君须在眼开呀。
喏，哎呀！也得去苦下去，就把书本拿。上历经有些梦，才上青云长些变。好事啊，是好事哦。哎，是却我有过的事，我怎么不听娘子的话呢？珍啊，你们在这里好好用功读书。去替你扫莲子根去。多谢多谢。真子也无人善修身。秋妹，早点去睡吧。哎，已经好几天了，今晚就早一些安息了吧？啊？一同洗晒，好是你我一杯光景呐！哎，你怎么放着书本不读，倒来看起我的孙子来了？哈哈哈哈哈！娘子，你来看呐？什么？我说花子做一下。正好与你同得用，谁是知无这样，怎么读书的时候嘛，应该好好的读书，等你将来高中之后。竟有时间吟诗对韵。读哎，我读哎，读慢。我读慢。他能一直这样用功读书。那是好。
怎么不读书呀？你怎么不做贞子啊？啊，我们在听你读书呀。哦，你爱听我的书声吗？我最爱听你的读书声。好好好，是这段乐声再来读给你听啊。好。三三七七，一见教义，喜儿之事为儿之妻。此事必备，临时休息，恰下且息。美梦叹息，念下去呀。哦，该天了呀，什么也好谁了哦。怎啦？啊，你真做些精神。再读一位吧，啊！也是无用扎路，微波两点头结束。秋水水花渡，我衣裳尽牵，还到什么书？怎了？我来问你，你究竟为什么不肯读书呀？我嘛，你倒是讲啊！哎，并非我啊不肯用功读书，只怪你那一双旧模样，秋不流泪，顾盼有人，不有人衣裳尽牵。这书啊，我实在是读不下去了哦。怎么？你是为了我一双眼睛，使得你不能用心读书么？真是啊，你那一双旧目啊，好比两个金钩，把我的魂力都勾得去了，叫我还有什么心情读书呀？杨子，杨子，哎呀，你呀！旧模啊，好比两个金狗狗，金狗狗。金。
动，长此下去，岂不是要潦倒一生了？去造家给好脸，世俗公道无公理，高官二老我给不讨脸。女子就夫妻结姻老龄间，恰不了娘子为我添少爷。
是万般苦衷也殷勤，家遭报应怒风尘，压线无才早看清，我不嫌你黄门大嫂万家子，我爱慕你心神才高深自成，想不到你为了将我压线连你的舞一边弹尽无此情，边边血痕引君生儿，边边痛草呀先行，早知变故是梦醒，方知在深海风暴险与生，天应与君从相望，我是安道苍君八十年，我要保郎君昔日子，要还郎君本来生。哎呀，陈郎啊，我劝导必为公民，我素来富贵荣华四十倍云。我要让世人看一看，青鸾女子如何在世俗偏见，功利无成。自己在今年，青云月落你总须奔往陈郎，你替我意，你莫问呀先一片苦心。杨子宝，你有不到数。他个无要在上就从天，只愿披子为山，为人一块。
去，三哥，你不到不百万放我出来我，真是干干我这个女。哎，停！那边不是李师兄吗？咦，有我的有的走早年了啊！哎哥，有的。哎，当初啥非恩哥相救，我女儿后也有精神。恩哥请上请我一杯。不敢当，有的。恩哥，现在小弟同去海山。你今去把郎君。全哟，祖宗意，此今是报了郎君本来体，我心中不知是悲万事喜。兄亲，娘子，在哪？我回来了。对上对的无啥，身上穿的纸吧。真的高中了，真的高中了，真的做了官了，真的做了官了。这就是娘子的不，这是在郎自己的金分。恭喜地府高中！进去，雅仙姑娘。这位是北地一救个闻名的李师兄。李大哥，你对陈郎有闻名之恩，请上受我一拜。雅仙姑娘，愿我的德育精神，多亏雅仙姑娘言德，我也有一帮。请请里面坐。娘子，救生恩，这就成都成就，请是凤冠雅佩，请娘子穿戴起来。在了，雅仙青绿笔尖，哪里受得起这官高王风呢？娘子，愿我只有今日献上娘子的功德，这哪有不朽之理呀？弟弟，娘子。在那，我是风尘中的女子，杀做了常元夫人，岂不点受陈氏门第？怎让得于今日，我心满意了，别无他求。娘子，我就一不为孤立了。你说不要任性，我还要这生命何用？我不是死于娘子跟前了吧？真了，真了，真了！念你我夫妻今生，我就送你一程。只是到了前门，你我虽各
的呀。请成都府尹大人夫人在东院下榻。夫人请。来信查好夫人。春军大人和夫人请。请。相儿已经备好。民务主文都在力量，地动之中挨骂老登，还记什么主啊？近来重阳佳节，圣上有击鼓之典，市民有祭祖之节，令我主文都在力量。只有在月下惶恐了备，以表我辈一别消息。遇到不孝于善，无儿为大，你便是亲子，应向祖先告你不孝之财。休得那个不孝的奴才！我们8年之后，谁向我们祭天啊？你这不孝的畜生哦！我一生情愿确实的
不害你老年昏闷，还是你断片财，质量不大，岂不知是同根？真能发芽。李师兄，我们明天就要启程，也是我有压线分别之日。哎，李兄，你替我出出主意吧。哎，囡啊，你俩一路上争来争去没有结果，旁观在清，你俩情义在身，胜不过鬼门离俗，你能让他去吗？他恰执意不肯。是啊，你已经试过一次，深信他也被当死，不是你和他同去？奇怪，你是奇怪？这岂不过为压线为我铁帽劝导的一片苦心啊！这有啥个办法呢？啊，天哪！这世道为什么做人这样难啊？哟哟，我的儿啦！东岳有人哭你啊！我可怜的你，母亲，哦，家爷，你不要太难过了，今晚歇歇去吧。啊，我弟弟也在这里。哎呀，要是明天家弟知道，岂非我有压线要被微微打死？快为我去征得营帐，接着启程。哎，慢，你的去向未定，还是我先去看看。你回房去陪伴夫人，听我回应。拜托李兄了。你死得好苦啊！夫人，回去歇歇吧。夫人，侬哭的是啥人啊？窦老爷，侬把亲生的儿子活活打死他，丢拉荒郊里，是我从皇帝膝袋里把伊挖出来，一口热气一口热气采伊为转来，世上还有真人哦。要是没李亚仙，此木劝伊上京，也能中得了状元啊！他还活着？老爷，你是什么人？那几个是活生生的辛苦状元，皇上亲使成都参军的老爷，那真心击杀他一嘛？啊！我的儿真的活着，他在哪里呀？你快带我去看看。你到底什么人？我是李氏。那不相信，同我到西厢房去看看。家爷，大仙和我混着。好，走。重阳佳节。送酒
家业最好。前面就是，老爷，带路。亚仙名不识字，人老烟花。但梦尘浪见爱，乃亚仙之言也。我俩人还是山门，愿把手接了。亚仙再说那是，真是梦呓。在了，这件秀事，你就留在身边，见了他，只见亚仙一步，娘子。不想你为了眷恋亚仙，误了考期，没了来信。这是你正郎之过错，也是亚仙之大罪。忘不了老大人一怒之下，竟将你杖毙出家。但梦李大哥相救，我在铁幕劝君，只见郎君好可惜地混落于家，这是真是门中之荣耀也。我才一说愿意杀，真郎啊真郎，离故到今，哪有长远夫人是个烟花女子？你不要死了！望君弃儿，临娶少女，再结良缘。待我8年之后，到我文县插上一枝树柳，我死也瞑目了。娘子，我的妻。你替我为我救上京，我分子为报也去恩。谁知身在罗浮堡，凡是夫妻2离分，得了功名
亲，我辈子什么茶园才酒也罢，倒不是在下无伤谁去也在呀。注意得平些夫妻也赛礼。哎，同学，老爷，你实在不相认，我就在儿媳也同意。翠儿，伢子你不能走，不能走啊！在了，你怎么不知我的苦心啊？娘子，你怎么不知我的痴情啊？翠儿，快来！娘子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啊！那些姑娘不能走啊！哟哟！母亲，儿啊，母亲。为娘总算见到你了。哦，儿啊，你快去见过你的父亲。弟弟来了。哦，老爷，见过老爷夫人。小雷信，雷信，我来了。你放心吧。你不能去。哎，老大人、老夫人，亚先见礼。啊，请起，老爷。哦，免了。见礼了，这是我们的秀雅仙啊！老夫人，哎呀，好秀啊，你受苦啦！快坐下，坐下。老大人，这次皇上亲赐文官，请老大人去送送，去送送。至今这是紫荆话，往事早已敷衍于言心啊！我今来罗里来相迎，你是你家人才。乔姐姐，等等我们！啊，乔娘子，姐姐，等等我们！我来了，娘子。